大家好，即摆讲的即个字，汉语拼音句，中文、公文、日文、雷片、文会、正文，鼓舞切、鼓舞、鼓，鼓舞的鼓，音鼓，药片、尖牙，尖牙，就看的意思咯，看照顾的意思，来举例，高处，看住房子，高处，要有人在家里面没有人，要有人看家，高处，处可以写这个字哦，也可以写草字头的这个字高处看门高门看门也可以说是高门高门靠还有呢，就现在有些学者有学问的高门这样读高门。这集先讲到这点，有无上看法？伫评论区帮我指正者，感谢。